安尼咱要离开啊，哈，咱袂当离开，咱一世人拢袂当离开。好，是，老师，哈，啊，你即马是咧看啥？看老师吗？ You look, I look，哦，你看，我看，是，是啊，毋是要看啥？哎，看有专家有智慧啦，啊，对，You look, I look。专家有智慧。请问台湾有足侪咧形容外表的遐个话，啊人定定咧讲的头壳尖尖，伊即句话伊到底是啥物意思咧？因为头壳尖尖，这定定有人写咱人讲，拢会讲。去外国也是去买物件，啊，你这头壳尖尖袂对，就是你衰衰啊袂对。哦，人衰对啊，应该是。所以确定哦。哎，对吧有影，比确定哦，人足衰，好。哦。耶！对啊，刚才去买物件，啊，你去买菜罐，啊，你头壳尖尖袂对，你衰衰啊。这甲咱的面相有关系吼。一般大家拢会感觉讲头大面似风，啊，肚大像个弥勒佛安尼，肚大机财旺，所以安尼较福相。啊，若头壳尖，也是讲较散安尼，较无肉安尼，就感觉较迄落嘿，较衰啦，啊，较无好命，较严命安尼。小赖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伊头头伫边仔呢？啊是啊，是吗？你嘛是有安尼吗？只爱分我。